馮睎乾的專欄，標題為我命由我不由天嘅原意並不勵志。我冇睇過電影哪吒，但嗰句電影對白我命由我不由天卻到處可見。前陣子仲睇到吳念祖喺抖音開課教英文，攞咗我命由我不由天作例句，譯成 I am the master of my destiny。吳嘅譯法固然合乎現代中國人嘅理解，但似乎好少人知道呢個根本唔係原意。我命由我不由天並非編劇原創台詞，我好多年前睇晉人葛洪個《抱樸子》，喺書中黃白篇已見過啦。黃代指金，白代指銀，表示燒煉丹藥嘅方術。原句係葛洪引述龜甲文，以失傳古代嘅道經所講嘅我命在我不在天。你大概諗唔到後面其實尚有一句還丹成金億萬年。值得留意嘅係原句嘅命字唔係解命運，而係解壽命。咁從後句還丹成金億萬年已可推斷，兩句串連起嚟嘅意思就係我命嘅長短不由上天決定，而係取決於我。只要金丹煉成，就可以活上億萬年啦。類似嘅意思亦見於西星經，我命在我，不屬天地，我不是不聽不知，神不出身，與道同久。所謂與道同久，即長生久視，與大道同壽。所以開首嘅命字一樣表示壽命，唔係命運。細究起嚟，仗賴葛洪嘅書而流傳千古嘅名句，我命在我不在天，非但跟命運無涉，甚至未有好似現代中國人所理解咁樣，要歌頌個人自由意志嘅偉大。葛洪本人其實係宿命論者，喺《抱樸子》蔡瀾說：命之修短，實由所值，受氣結胎，各有星宿。乜嘢意思呢？原來葛洪相信命嘅長短，儘管不由上天決定，卻受制於天上嘅星宿。如果你誕生前命屬生星，長大後必好仙道，好仙道就會燒丹得到長生。如果你命屬死星，則注定不信仙道，不信就一定不得長生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奇怪，既然人受星宿影響，咁就唔係上天注定咩？何以講不由天呢？有此疑惑，係因為你將自己嘅成見套進古人嘅觀念中，七孔流血仲係七孔流血，死嘅仲係要死。喺葛洪眼中，星宿與天或天地係兩件事，不能混為一談。葛洪指出，天地雖含囊萬物，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。萬物與天地嘅關係就好似草木生於山林，魚別託付水澤，虱子寄居人身。山林、水澤同人身都唔會操控草木、魚別與虱子。按照葛洪嘅理解，天只係收納萬物嘅一個大容器，唔會操控人，故說壽命不在天。至於星宿，就好似衛斯理小說《追龍》所描述嘅咁樣，從遙遠嘅太空中影響住地上嘅人，佢哋可以影響某個人嘅品性，決定佢能否長生。所以求不求仙，確實係由你自己決定嘅，但你是否決定求仙，則由星宿喺你生前決定。咁樣冰冷無情嘅人生觀，雖然毫不勵志熱血，但可能更貼近現實人生。本文獲作者授權，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。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不反映本報立場。